好，大家平安。今仔时间已经到，咱做来祈祷。除非听台湾的天父，阮伫遮要组织，要对十条街后面的课程做伙过来思考，主你要借着改变提醒阮，成做一个基督徒新的活命。阮为着后日母亲节来祈祷，也恳求主你来祝福每一个做老母的，有主你特别的恩典，甲因三甲地地来享受因平安，搁有你大大的祝福，甲因三甲地地。阮也求主你的圣神来甲阮三甲地地，互阮会当来明白你所要教示阮的，安尼来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好，咱要开始进前吼，咱要倒转来第二届，来思考吼，就是讲拄好伫前礼拜日去到伫土库教会来分享募款，伫迄个中间，阮拜六就落去啊吼，先甲油饭放伫教会的即个冰箱，然后阮就拄着，因就咧甲阮讲吼，讲这今仔日吼，遮会绝对会塞车啦吼。阮因土库教会，阁是伫土库的街仔顶悬，甲妈祖径大概离无到100公尺。因就咧讲，阮会真塞车呢吼。感谢主啦吼，阮干若要离开迄个时间，拄着即个路顶悬会塞车以外，其实交通佫拢算真顺利吼，算真顺利。伫迄中间有看到有几个情形，我想一就逐日伫咱咧讲着十条街敬拜上帝的即个界面中间，会当回头倒转来思考啦吼。好几张图、几张相片，我先互大家看啦。这伫前礼拜我有互咱看起，这是我伫鹿港翕的吼，进前伫旧年3月初9的时阵翕的。这是伫鹿港内底。几十间即种咧卖生命着伫卖偶像的店内底吼，所陈列的吼。好，这是阮伫土库，阮早起大概我想这个时间应该差不多七点外啦吼，7点外，7点半也未8点已经规路就拢已经足侪人要去伫土库的妈祖径吼，即头前大概佫换一个倒手边入去，就土库的街安尼吼，路边遮拢是要去进香的香客吼，这阮已经是通过几若百台吼，我才摕出来翕的吼，这互咱小看者吼，这真正有足侪人啦吼。好，这是阮伫土库教会的埕吼，这个二卖会当摆好，阮做伙翕相吼。其实伫本地伫遮，全部拢是香客坐伫遐咧休困咯吼。这是一个足趣味的状况啦吼。伫这个所在，即个店即种无啊，即位其实拢是香客啦吼，就是对咧这个咱咧讲中华白沙屯吼，即个妈祖咧出巡吼，咧这因当来借教会伫遐咧休困安尼啦吼。这就是这拢是吼，这拢是吼，本地遮伊拢因咧坐啦。到尾就是因的牧师娘甲因讲，咱有要义卖要排单吼，因才离开。单坐伫即边遮，搁坐伫即边遮吼。这是因的礼拜堂，牧师馆伫这楼顶。这是因的算教育馆，还是讲因的会议室伫这所在安尼吼。这个就入口的埕伫遮吼。其实足侪吼，伫即内底其实有啦吼，连米都佫有啊吼。这个就是香客啊吼，这个嘛是香客吼，即两个拢是啊吼，这嘛是啊吼，伊边这个嘛是吼，这个是三秀园的这个头家娘吼，因的姓国对指挥啦吼。这两个吼开始咧讨论啦吼，听讲这两个要甲吼，都爱去隔壁 7-11先寄倒转去吼，完了买袂少物件安尼啦吼。
有几仔个吼，拢来甲咱买物件吼，入去伫教会休困。我徛伫遐诶时阵，毋知是因会认识我，穿诶是牧师服，还毋是吼，拢会入来就第一个拢来找我，问我讲敢会当去借便所吼，当然讲会使啦吼，但是我嘛注明讲哦，我毋是遮诶人安尼吼，不过恁借便所是无问题啦吼，嘿，即两个买物件吼，这就是。这伊买吼咧交易啊吼，即三个拢是香客吼，拢是香客。这是礼拜煞伊足侪会友吼。这阮要离开诶时阵吼，阮车无油，所以安尼加油了，然后回停安尼吼。即抓遮拢咧摆物件，咧互人食，互人啉。即抓吼内底抓，就是咱讲诶慢车道。即抓诶人拢咧摕物件。即马剩即逝吼，阮行伫上外口内底线即个吼，伫遮阮要去即个快速道路，阮只要通过即段吼，阮就自由啊，因为因行即个，因行即咱讲省道啦吼，阮爱去快速道路去接高速公路安尼吼，规逝路绕长吼，这已经离开土库镇吼，大概差不多公里半左右啊啦吼。要去快速道路顶悬安尼吼，这就是因啦吼，遮咧分物件，吼咧分物件，这搭行路诶人、开车诶人，拢伫遐讨物件吼。规逝路你遐看，遮拢是游览车。你若伫高速公路看到游览车，基本上拢空车，就是放因落去了后，因要去后一个地点去接人吼，也是讲要转去安尼吼。所以迄工诶车。高速公路嘛足塞啦吼，嘛足塞吼这就是我早起去诶是翕诶吼，全部拢是因诶人咧坐啦吼，全部拢是吼，这算嘛真百个伫内底哦吼，嘿，我感觉这是一个足趣味诶现象啦吼，将来咱敢有可能会拄着，咱要安怎面对？对土库教会来讲，因嘛足困扰吼，因为礼拜日咱要敬拜上帝。因伫迄个所在要借便所，要借伊无？答案是正向的啦吼，但是有诶人真有礼貌，但是有诶人像讲，因伫内底开中酒会，因坐伫遮诶人，大声细声讲话，会受检查吼，会受检查。到底要安怎吼？到底要安怎？对因来讲，不哩困扰吼，不哩困扰这嘛是吼，就是我咱早起时翕的吼，安尼吼，因拢坐伫遮吼，坐伫遮因的便所伫咧楼梯骹遮啦吼，因即摆咧做拉皮啦吼，因嘛拄着咧思考讲要去毋去啦吼，基本上牧师是无赞成去吼，伫这中间因佫有一寡咧对话中间啦吼，咧对话中间，但是呢。伫即个中间，新闻报的吼，这毋是牧师讲的吼，因经过人丧家，结果入去甲遮物件拢摕了，抢了，人的冰箱嘛共摕了吼，遭受到真大的批评啦吼。你看即个吼，我有看到人传互我影片吼，即个乌巴桑，伊摕面包大概摕20几粒啦吼，即个底下底满满安尼吼。其实遮人提供的是要互人需要的食，爱摕遮尔济吼。过来倒转来甲中华伫即2天，你若去看新闻吼，拢入去甲校园内底。咱基督徒真遵守教育部的规定，宗教袂当入去吼。但是中华关因为国民党的执政，遮的庄头拢国民党做乡长、村长，拢入去吼。校长要求这个囡仔伫咧门口欢迎，敢若古早咧欢迎蒋总统安尼吼，就爱讲我爱你啥物话吼，这拢有足大的问题啦吼，有足大的问题吼。这拢就是咱伫10条界中间所伫讲即个偶像的崇拜啦吼。要互咱思考的是讲。报道的中间，有人讲30人，有人讲50人，
50万人啦吼，有人讲70万人吼，无论偌济人，咱嘛知影真正真济人，咱基督教的聚会要亲像遮尔济人，坦白讲真困难，因为咱的比例真低吼。但是伫遮尔济个，我咧讲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因所咧追求的是甚物物件吼？明仔载我的经文的分享会讲到安居啦吼，平安吼因嘛咧追求平安啦，所以因拢会挂平安符啊嘛吼。因真侪人会拍伫迄个桥下骹，互桥安尼对顶悬过，因感觉因会当得到平安，得到祝福。当然有也无，因在人讲的嘛吼，因在人讲的，但是因逐年都拢一定爱安尼，也是讲有个人讲一世人一定爱去一摆。伫迄个咱义卖的摊位中间，咱的社青甲我分享讲，有人伫遐咧讲伊嘛有朋友吼，招伊去教会几若摆吼，伊足爱去教会啦，教会人足热情啊，对伊真好吼，安尼吼，但是伊嘛是过来咧追求即个偶像的崇拜啦吼。对基督徒来讲，咱毋是要追求即种看有，但是爱人去服侍即个插头红仔吼，当然咱真清楚，但是对遮个人来讲，因也无清楚啊，因感觉追求这物件，改成真对因来讲真重要吼，真重要。有个人行路行真远，行几若工，行到骹破败，嘛是搁咧行吼。到底因在追求的是甚物款有甚物款的意义？那搁倒边来讲，就讲坦白讲，因的精神有影真可取啦吼。基督徒到底咱咧讲，咱咧敬拜真神上帝，安尼咱要安怎用甚物款的态度？咱要奉献甚物货？你看迄路边摆吼，咱咧讲伊咧做功德啦吼，每一台车拢写名，啥物人捐落啥物物件，啥物捐啥物物件，因拢爱记名做功德吼。咱看到这感觉好笑吼，但是倒转来想咧，咱基督徒咱咧敬拜上帝，咱到底咱用甚物款的态度吼？像清清早早伫咧做礼拜，也是讲我倒也毋免奉献啊。我来到教会足侪人奉献，我就有通食通啉。我哪有人即个心态啦吼？亲像迄个摕茶啊，落过来面包的，亲像去互教会，因基本上已经无咧做爱餐，但是为着要支持咱的建堂，所以甲咱买65斤的油饭去做因的爱餐。牧师特别强调，爱餐伫教会食尔，毋是要早倒转去。为什么？因为有人安尼做，这有真济伫咧看到这现象，要倒转来思考，当咱咧强调讲咱咧拜上帝，创造天地主宰真神的中间，咱要安怎用较好、较正确的信仰态度来回应上帝互咱的恩典？我想这是足重要的一个思考吼，甲看到这现象吼，我特别有真深的感触啦吼，有真深的感触。伫这个中间，因有人有遐乡客听到讲，这是三劫来的吼，三劫这个老街边啊，迄间礼拜堂，即马咧要起礼拜堂吼，因我哪有人当落现金啦？嘛，伫遐买安尼吼，真正是倒转来反省咱家己啦吼，伫咱教会咧面对建堂的这中间，也是讲伫咱的教会生活的中间，咱教会的兄弟姊妹，咱要用甚物款的生命态度来实际回应上帝的呼召甲恩典？安尼倒转来佫继续看第四届，咱前礼拜讲到。第四届咧讲守安息日，就爱敬拜上帝。这个敬拜上帝，是因为上帝创造天地，第七日休困，所以只有会当拜这个独一的上帝。安尼基督徒敢有真正安尼咧敬拜上帝？咱毋免加讲伫安息日会当做代志无？咱先莫讲啦吼。
拢按照即个目的是要敬拜上帝的时阵，那安尼是毋是伫兄弟姊妹中间真真正正甲即个时间拨出来，有咧敬拜上帝？啊，了后才是思考讲，用敬拜上帝、听上帝的生命态度，迄个心来彼此相听，来听别人亲像家己。吼，无错特别要强调是听别人亲像家己，所以你爱先听家己哦。基督徒爱会晓听家己本身，会晓听家己的教诲，才搁延伸去听别人亲像咱家己。有个人的心态是无共款哦。我捌拄着迄个教会的青年甲我问啊，伊无认同伊家己的教会，所以伊甲伊的现金拢刷去外口会使无？我讲钱你的啊，你会当做决定啊。不过如果咱咧讲教会是咱的大家庭，啊，即个爸母趁钱无摕倒来厝呢，去关注别个家庭，啊，你会感觉好势吗？爱听着讲摇头。听人亲像家己，就亲像安尼嘛。咱的家庭爱顾好势，咱的大个家庭，咱的教会，咱有勇行，咱才有气力搁较济来听别人。哦，这是迄个概念。所以爱听上帝，然后爱听人。对第4届开始，今仔日咱要正式进入第5届，了到第10届吼。啊，拄好伫后日是母亲节啦吼。啊，咱就要来思考吼，就是讲，伫即段时间，定定看到面册中间有足侪的朋友咧分享对书因的老爸母，特别是老母吼，即段时间咧对书啦吼。啊，这对书的中间，咱就咧想着讲，阮有去参观一个叫三秀园啦吼。伊是一个伫婚林土库迄附近啊，叫做啥物？这个我毋是袂记咧细砖头的名吼。啊，大边啦，大边大边，大边啦，多谢。大边吼，一个古早的秀才的厝，姓张的秀才的厝吼。啊，因即马是算第4代接手啦吼。第4代是囝婿甲祖产买起来，吼，甲祖产买起来。啊，即马成立迄个基金会吼，伊望将来就是永远对外开放做公共财啦吼。啊，这真受感动吼。啊，这有时间搁甲咱分享这个部分啦吼。阮有去看到因伫因上老尾栋的厝内底，啊，搁有放因古早因的祖先因咧敬拜迄个神主牌吼，神主牌。真侪传统宗教的人无法度改信，甲神主牌敬拜有关系啦吼。啊，但是伫较早期，咱咧除五上的中间，拢甲神主牌当场甲伊占互歹吼。啊，这其实对伫迄个初信的家庭来讲，是足大的伤害吼。神主牌无毋得是民间宗教起来咧拜因的祖先的一个对象，但是咱袂当无去注意到伊后壁有一张纸，迄张纸足重要，迄张纸叫做族谱。咱真侪时阵古早的这个时代，在除五上是真忽略着即段物件，即个物件，所以拢总甲伊处理掉。啊，无去甲因真清楚的解说，也是隐瞒吼。我感觉这是较可惜的迄个部分吼。啊，这个张老娘的家庭，因的祖先所留落来的这个因讲因是搁放伫遐做一个历史的文件，伫迄个所在安尼尔定吼。啊，因嘛是对伫因的算阿祖吼，阿祖算毋是哦，祖公去伫日本叫信主，会足趣味吼。日本基督徒无够1%吼，伊竟然去到日本来信主安尼吼。了后倒转来影响因这个家庭吼。当然有一寡人无信主啦吼，因即马甲这个遗弃落来吼。好，
对民间宗教的人来讲，友好还是讲孝敬，中文咧讲的孝敬老爸老母，因的讲法就是你伫伊死后，你着爱有接这个香火，然后去拜神主牌，拜神主牌，这叫做友好，但是伫圣经十条诫中间，咧讲到这个孝敬父母，咱知影，伫传统典故来讲，无有即个圣经的迄边内无有友好孝敬即个物件啦，伊有所书甲咱讲真清楚，恁做查某囝着爱伫听趁父母，听趁是父母活地还是死去？活地嘛。活地时才会教导嘛，但是你若听一寡亲子有问题的家庭，你若问囡仔，拢会讲安那？他们很啰嗦，咱对于老爸母的教导，咱感觉讲有愈使，真烦啦，但是伫圣经的教导来讲，要爱安怎互爸母感觉因真公平，就是咱做事时有听爸母的话，伊讲这是理所当然啦。理所当然是伫基督教信仰内底应该爱做的代志。伊有所书讲，着爱孝敬父母，互你来得到福气，伫世上来长岁寿，这是第一条带应允的诫命，这就是咧讲即条第5条。第5条讲真清楚，就是爱孝敬父母，伊讲，互你的日子伫耶和华你的上帝赏赐你的地，得到久长，带应允的诫命。但是原文无即个孝敬即个字。原文的意思是讲，爱互你的老爸、你的老母得到荣耀。若要真正用中文汉字去来解说第5诫，其实就是好那亲像咱讲的光宗耀祖啦，就是互你的父母因为你人咧学了，恁的囝安怎，得到迄个荣耀安尼所以。咱需要来荣耀上帝，亲像咧荣耀咱的父母共款咱知影迄个路加福音，迄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当伊走投无路的时阵，伊的决志讲啥？我要倒转去找我的老爸，我要甲讲我得罪你，嘛得罪天啦所以伫这个中间，咱要爱思考的，咱毋是因为承接神主牌就表示友好。其实，伫民间宗教的人承接神主牌，另外一面咧讲的是啥物诶？要得到财产，要得到财产真侪改信的基督徒伫伊家庭了内底，就失去继承财产的权利当然，这甲民法已经是抵触啦违法啦好。咱倒转来用路加福音15章这个浪子的故事来讲，当伊反省决志，然后伊献上这个实际行动，会通讲是第5诫上好的一个见证啦伊本地互伊老爸真无面子咱讲面子好但是伊尾仔转来时阵，互伊老爸感觉哪？伊老爸安怎讲？我这个囝是失去，搁得到，死去搁活。这是一个荣耀啦，但是逐工对伊的老爸，住伫伊老爸厝，替伊老爸做工，迄个大囝，到尾仔煞互伊的老爸无面子，无荣耀啦所以，这两个咱着真正清楚知影，倒一个是孝敬父母，这就足清楚啦迄就是讲，虽然浪子头起先互伊老爸。真正真无面子，搁真忤逆安尼但是伊尾啊是倒转来伫迄个内底所以倒转来思考传统宗教甲台湾人所咧讲的友好，当然是一种甲圣经是完全无共款啦咱拄则讲到大囝的身份，就是真富民的教材伊基本上。伊对头到尾拢毋捌去体谅、体会，也是徛伫个父母、老爸的角度去思考，从来毋捌，
伊讲我自英过着安怎吼，这是伊讲的话吼。所以伊自开始虽然住伫个老爸的家，食老爸即个用老爸做老爸的工作，但是伊无法度去互伊的老爸得到荣耀吼。所以咱知影讲，伊毋是一个活的信仰啦吼，伊毋是正做活祭，伊颠倒是伫遐，咱咧讲有一点像行尸走肉，伊无甲伊的老爸同欢喜。同艰苦拢完全无吼，拢完全无。伫这中间，咱会看到讲，迄个孝敬爸母即个信仰的意义啦吼。好，第6条解讲袂当杀人啦吼。原文的意思是讲，你袂当真做杀人犯，杀人犯吼。我用利未记19章18节，这是我的硕士论文的圣经基础吼。我写基督教伦理讲对待啦吼。伊讲毋通报仇，也毋通埋怨你本国的子民，着爱疼人亲像家己吼。这是伫疼人亲像家己是伫诫命的一个基础吼。我是也好话啦吼。所以疼别人，你着袂共杀嘛吼。这咱会当去看啥？看到摩西本身吼，摩西你若去看到出来记第2章开始去看到伊伫埃及做王子的时阵，伊看到埃及人欺负希伯来人，伊就去拍死人啊。当然做王子拍死人无问题，但是问题就是讲伊的认同，伊认为讲希伯来人是伊的兄弟，所以第2天伊看到即个希伯来人咧欺负希伯来人咧相拍冤家的时阵，伊就去甲占，然后就去用甲报讲伊因为安尼去杀埃及的官兵，安尼才开始出问题好，意思就是讲，伫迄个时代，杀人的代志，拍人到死，算是不输上伫发生的代志啦吼。以色列王嘛安尼讲着吼，伫撒母耳记上卷11章13节说着讲，今仔日耶和华伫以色列施行拯救，所以袂当杀人吼。袂当杀人的意思是讲，袂当随便杀人吼。这包含着咱讲对待的道德观内底啦吼。当然基督徒咧面对现代社会对性命的看法无共款。应该讲无尊重吼，咱家己应该有更较悬的标准来看待啦吼。我特别拄则咧讲着，毋是袂当凊彩杀人的原因是安尼吼。有另外一个宗派，甲伊的教会青年讲，基督徒袂当流人的血，所以恁袂当去做兵。所以迄个教会的青年，伫阮咧做兵迄个时代，阮定定着爱去掠因倒转来。1届2届掠吼，我拢关超过7冬，超过10冬。即个青年人都已经废去啊，都无效去啊吼。伊一世人就是伫迄个中间安尼吼。袂当无有理由啦吼，就是讲伫真正无法度的状况的下面，比如讲你去做兵你今仔日面对着对敌咧伫你的头前，毋是伊杀你，就是你杀伊的时阵，你有一寡物件吼，你必须爱去面对的吼。这当然还佫会当讨论啦，伫伦理的这中间还佫会当讨论啦吼。但是就是讲，你袂当因为安尼害你的教会青年对伫做兵有误解吼来互因伫遐来受到即个官司感觉的灾难啦吼。但是当然袂当无理由着安尼凊彩共杀吼，这就真清楚吼。这是伫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中间因所拄着迄个问题，因的周边就是安尼吼。当然伫这中间，我用对待咧思考即个物件吼。咱要安怎来面对性命吼？即摆人工生育所带来有真济的减胎手术，已经合法化。
但是对伫迄个伦理上，咱要安怎去面对？我想咱会当诚做一个基督徒，咱去思考啦吼。客观的统治者来讲，伊会感觉讲合理的死亡人数是会当接受的，反正咱台湾人讲的吼，别人的囝死袂了，吼，伊对伊来讲是安尼啦吼。所以发动战争是安尼，敢若食凊饭安尼吼，无啥要紧，人命对伊来讲无啥要紧吼。这个圣经甲咱真明确讲，袂当杀死人，袂当害死人吼。好，第7届咧讲到行奸淫吼，行奸淫，这是基本的道德观啦吼。伫摩西的诫命的中间，伊是咧讲到真实际上肉体顶悬的超越的行为，超过婚姻的关系，即种的非婚的关系，拢叫做行奸淫吼，行奸淫。但是伫圣经的中间，在讲的伊个有一寡无共款的标准，比如讲《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9节到第10节，伊讲你们岂不知道不义的人不能承受上帝的国？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恋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是啊这物件。这个有其他无共款的标准伫咧，比如讲耶稣伊的看法，伊感觉讲，你若对心底去动着邪念，吼，看到一个水查某囡仔，看到一个妇人人，你心里就动了邪念，伊讲你就是行奸淫嘛。迄个标准搁较悬啦，吼，搁较悬啊？为什么？因为咱知影，迄个罪性是对心底出来，吼。你有即种的想法，你的行为才会出来。摩西要解决的是行为，咱主要看摩西咧解决是行为，因为伫迄个世代发生真侪害人，真侪对父母无友好的，真侪行奸淫的，真侪偷窃这物件，所以伊咧断绝这行为，互这人的行为受到改变。但是耶稣更较深入伫迄个所在，咧讲到灵性的改变、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所以伫这个所在，咱也看到这个标准伫遮吼，所以咱也看讲因伫当世代，因所拄着是行为顶悬的物件。耶稣对心灵来讲，毋望人会通伫伊会对灵性来得到改变安尼吼。第8届讲你袂当偷窃吼，这个诫命甲第10条甲看起来介类似啦吼。小等下，我介成这介成无用完全了吼，给我一点点时间，我把这个改一下。PowerPoint 好像没有弄好。好咱去讲啦，是讲耶稣对伫这个人的性命的这种灵性的标准是真悬吼，包括咱讲这种奸淫嘛好啦吼，也是偷窃啦，也是对人的态度来讲，伊拢要求真严格吼，拢真严格吼。念我用了，我会搁甲这秀出来，搁互咱小看一下吼。好咱咧讲袂当偷窃，就是讲偷窃本身对咱来讲就是一种的贪婪啦吼。偷窃无属于家己的物件来偷窃，安尼就是拢有问题，因为咱伫无属于咱的物件中间，咱去甲当作是咱家己的，所以咱甲伊来偷窃倒转来吼。有一个笑话啦吼，讲有一个囡仔吼，叫学校老师吼。抓到讲伊共偷摕笔啦吼，转来吼，这个老爸吼，去学校室咧吼，去学校，伫咧办公室中间吼，就甲这个囡仔讲吼，你是安怎倒样偷窃？你爸爸对迄个办公室摕转来笔，敢无够吗？原来这个囡仔会偷窃是伊的老爸，就拢安尼咧做啦吼。这是一个
真开玩笑的一种讲法，但是就是也发生伫咱讲伫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的中间吼，所以因真生活斗阵吼，足有问题所以因就常常会发生即种偷摕的代志吼。好，来我甲PowerPoint 分享吼，咱搁对迄个行干营遐，再来看一下吼，我有较完整的资料吼，但我无用好势吼。好，耶稣的标准更较悬吼，咱拄则讲吼，恁动了邪念吼，你就袂使吼，对这是咱爱学习，也是讲用耶稣的标准啦吼。好，偷摕其实你若对马可福音第7章中间所咧讲，你伫迄个内底对心内底发出的歹的念头吼，才有真济吼，才有真济，也有凶杀，也有奸淫贪婪甲偷摕有关系，邪恶诡诈淫乱嫉妒放毒、骄傲这个狂妄等等的这。你这拢甲心灵有关系吼，拄则咱讲，信仰要解决的是人的一种灵性、心灵的问题啦吼。所以当以色列人出来救这个过程的中间，因足容易发生这种问题，是安那？因活斗阵嘛，做伙出去，所以因的精神有可能拢做伙因的物件因拢带张边嘛，所以咱毋知影到底因会发生什么款的摩擦，你当做别人的物件，当做家己的吼。咱倒转来看什么人？看亚伯拉罕甲伊的弟仔罗德就好啊。因两个本来做伙得到上帝的呼召，甲上帝做伙行，尾因的财产甲家业增加，因就开始冤家这就是因的问题。伫游牧民族，因定定无法度去分清楚这物件到底是什么人的吼所以伫迄个所在就开始有即种的纷争出来嘛，因为种纷争足济，所以才是摩西的丈人叶忒罗就甲因教讲安那，你安尼袂使，你解决这个十妻仔的代志管袂了啦，你着爱安那，你着爱有10夫长、50夫长、100夫长来替你管理这的人滴这的代志，所以因有足济是即种伫生活顶悬的摩擦，包括伫行奸淫偷摕等等这的代志，所以要安怎甲伊提升家己对道德、良心，然后去改善家己的生命品质，这是因的课题嘛是咱今仔日基督徒的课题啦过来。第9届讲，你袂当做假的干净陷害你的厝边啦做假的干净陷害厝边，第2个当然是害人嘛。第1个是讲白贼啦第2个是害人做假的见证，毋是讲白贼尔，更加有害人伫社青的聚会，这中间嘛有青年咧讲到工作的场所，嘛捌拄着同事即种讲即种假的见证要甲伊陷害即个情形安尼伫咱的生活的中间，伫咱的周围中间有加减减，拢会拄着即款的情形咱要安怎去面对咱要安怎用一个无共款的性命来去看袂当做假的干净若倒转来讲，耶稣基督的教导，伊讲恁毋通咒詛也毋通安尼做假干，你讲是就是毋是就毋是嘛假讲就安那出伫迄个歹的，出伫迄个撒旦的咱看到耶稣基督受卖迄阵嘛是安尼，咱嘛看到即个早期顺道者因嘛是安尼来拄着遮的人的陷害，比如讲保罗，伊所拄着是遐犹太人逐世纪咧对伊拢做假的见证，要甲伊陷害。其实耶稣就是安尼耶稣就讲迄个祭司就甲伊带去希律去彼拉多遐啦，讲这个人讲伊是王伊用假的资料伫迄个所在来
来陷害耶稣。佢讲，这人要毁坏摩西所交代咱的规律，吼。啊，这对犹太人来讲是足严重的罪啦，吼。但是耶稣捌讲过啊，真清楚啊，伫马太福音就讲啊，你莫认为我要来是要废除律法。伊讲一点一滴都拢袂废除，要甲伊成全吼，要甲伊成全吼。第10条戒，毋通贪你厝边的厝，嘛毋通贪你厝边的某。这个某这个部分，就甲奸淫有关系，但当然是较大是甲贪别人的某，无拄拄是惊奸淫吼。伊甲别人的某当做女婢奴才咧用，嘛有可能吼。啊，这基本上就是咧讲的是财产概念吼，财产概念。所以伊讲厝边的厝。厝边的某、奴仆、女婢、牛、甲厝边一切所有的，这是咧讲财产咯，吼。好啊，所以伫这某的中间，甲行奸淫，其实是还佫有一点距离吼，无介共款吼。啊，这头体有关无？基本上是有关啦吼。就是讲你无共讲共体，啊，就是头体嘛吼。嘿啊。我会记你较早读册时阵吼，定定拄着迄个同乐，啊，是敢着要人借东借西，有当啊借币，有当啊借钱吼。啊，你拢讲借拢讲假啦，借拢无用的吼，啊，就即种的吼。啊，迄都是贪心啦，吼。分大杂啊，贪心别人的上好，啊，拢袂人摕安尼吼。我做兵的时阵吼，我咧管部队吼，啊，就有几若摆拢是阿兵哥来甲我告状吼。讲因的物件吼，内裤啦、衫啦、啥物货拢去互摕安尼啦吼。我讲你衫顶悬哪无写名啦？伊讲有啊，我哪有写名吼。啊，有一工就是挡袂牢，太侪人咧反映啦吼。我着甲阿兵哥拢叫出去外口埕吼排队，然后我着甲几个士官入去内底拢总抄，所有的物件拢总抄，结果有一个足厉害。伫迄个厨仔吼内底吼，伊搁做一个夹层，伊所偷摕物件拢放伫夹层内底，所有伊摕物件拢是有人有写名的。啊，我着甲问讲吼，啊人无写名，你毋摕拢摕人有写名的，你毋知伊的回应，你会感觉足毋知要安回应吼？伊讲吼，无写名偷了吼，没有成就感。啊，这个人就是有病啦吼，这就有病吼，伊就明知知爱就是要偷摕安尼吼，啊尾啊就当然爱处理啦吼，爱处理伊的情形安尼吼。好，伫因的时代，就亲像拄则所讲的，因生活斗阵，因是游牧民族，一日间就是大丈平收起来啊，开始行，所以因真侪时阵就分袂清楚吼，这物件。啊，也是讲有人伫迄中间就故意要侵占人的吼。咱倒转来看保罗吼，保罗伫感觉内底也有一个奴仆来对伊，啊，但是伊知影伊是某一个教会内底的人呢，伊就写批甲伊讲，吼，写批甲伊讲，啊，所以保罗就真受到这个改变，吼，受到这个改变。虽然保罗真想要甲留落来做家己的妻用，做伊的同伴。但是伊有缘写批，啊，望这个主人家己讲，吼，伊用安尼的方式，吼，啊，这就是告知啦，吼，这就是告知，吼，啊，得到温准，吼，得到温准就会当来用，吼，啊，第10条戒来讲，就讲你袂当来贪无属伫家己的物件，什么人上知？家己上知嘛，这个物件是毋是你的，你就清楚知影安尼吼，啊。所以咱知影讲，这是伫犹太人的种游牧民族文化这个中间所拄着的代志。比如讲，因所饲的羊，每一个人拢会去甲烧一个印，迄个印就代表这只羊是什么人的。啊，什么时阵会去拄着问题？就是羊拄出世出来，啊，袂赴甲烧一个印的时阵，哦，迄到底什么人？哦，啊，就冤家啊！这就是拄则咱讲，这个罗德甲伊的阿叔因这个亚伯拉罕所出的问题共款安尼吼。咱知影雅各甲伊的阿舅列班
嘛是用安尼咧用有色甲乌白咧做记号安尼。总是会有人想要去侵占别人的咱拄则讲拄出事的羊是啥物人生的，也未做记号这是一个信用良心的问题啦。咱搁倒转来伫良心的部分、灵性的部分伫英语的翻译，这个贪心，这个贪是欲望也是讲垂涎的意思讲看人的物件看甲流烂安尼意思安尼特别讲有这个非分之想安尼所以诚心的人有福气，这耶稣讲的足清楚。安尼人就会当看见上帝，无诚心的人目睭所看的拢是别人的物件，伊就看袂到上帝安尼所以10条诫所定的真清楚。以色列人已经毋捌上帝因学着埃及的生活的文化，有足侪无好的，因离开上帝430天，所以因有家己的生活的方式。但是伫摩西来讲，伊带领即群人，伊就爱借着这个诫命来约束因，互因得到改变。摩西律法的方式是对外显的行为进到心灵里面咱咧讲对外口的行为进入对伫因生命的改变，然后来敬拜上帝，安尼用这个圣洁的生活进入伫圣所。但是耶稣基督的要求是，咱爱对心灵诚实来敬拜上帝，所以爱对心灵开始改变。然后你的行为、你的标准就会比一般的律法对一般的人的要求的标准更较高安尼，所以这也是因为因的生活的问题，所以就第6条诫第5诫、6诫、6诫以后，拢讲着你袂当安怎，你袂当安怎，你袂当安怎，这是对伫禁止因已经安尼足习惯啦无做了足奇怪，安尼足袂习惯，安尼足艰苦安尼所以开始禁止，这袂使，这袂使，这袂使，这就甲咱即马所有的律法同款。律法基本上就是从禁止开始律法真少用伫鼓励顶悬，律法是真少红灯你就袂当行即马你看到行人，你就爱让，你就袂当过拢用这种禁止，这是律法的精神的基础倒转来就是讲，咱对信仰来讲，咱都爱对心灵来带伫咱的行为的改变所以伫咱咧讲10条诫第6条诫以后，拢讲你袂当安怎去真消极的禁止令但是咱看耶稣基督就真积极咧讲，你着爱安怎去做所以咱若准会晓疼人亲像家己，咱就袂去占人的便宜，嘛袂去伤害别人，嘛袂去贪人的物件，嘛袂去用偷摕等等这的。所以约翰福音15章，耶稣讲，恁着爱彼此相疼，亲像我疼恁共款，这是命令这是命令，彼此相疼，疼人亲像家己。安尼，这是命令，都爱遵守这个命令这10条诫真正的意义啦虽然是对禁止来回归，但是就是嘛是咧讲着讲，着爱疼人亲像家己，写伫倒位上清楚。第4诫守安息日的诫命，你着爱安息，然后你嘛着爱互你的儿女、奴仆、女婢、出外人、精生嘛得到安息所以爱人如己的第4诫讲得非常清楚了，后边才是提醒所以伫新的诫命的中间也是讲咱讲你若彼此相疼，众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学生。伫主祷文的祈祷中间，愿你的旨意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上帝的旨意是啥？是爱咱彼此相疼。上帝的旨意是啥？是咱爱敬拜真神，用咱的性命来表现。咱真正是敬拜真神的所以倒转来去思考这个物件，对咱拄则讲对这个爬山屯的，阮拄着这个进香的代志，倒转来思考上帝疼咱，所以咱就爱疼上帝。上帝用疼，
上帝的疼来分享伫众人的心肠，这是耶稣所教示的啦吼。所以新的改变讲，恁若彼此相听，众人要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咱若无安尼做，咱就无法度来彰显见证，咱是属于主的安尼吼。简单来讲，就是讲十条戒将疼上帝甲疼人的诫命，伫即个所在来甲咱讲真清楚。耶稣当然是对新的诫命内底，佮甲伊做较新的诠释安尼啦吼。这咱后摆会佮讲啦吼。基本上我会甲十条戒甲新的诫命，佮来甲伊浓缩做4字，就是容神益人啦吼。这是基督信用最基础的一个咱来讲基础伫遐，用这4字来涵盖来涵盖。好，以上有人要分享无？还是要问的无？有无？敢有？好，若无，咱就今仔日到这来结束。咱请慧玲姐来带咱祈祷好无？方便无？我因为在开车。哦，没有关系，那我们请那个温博长老带我们祷告。好，咱做伙来祈祷。恩典主美疼人的父上帝，感谢你，互阮今日伫遮通过牧师的讲解，对10条戒有更较一个清楚的认捌，帮助阮会当荣耀上帝你的名，利益伫阮周围人，亲像早时伊对亚伯拉罕所讲的话，要互周围人因为伊来得到福气，因为认捌主来得到福气。主恳求你赐福阮，甲阮三个弟弟，帮助阮伫头前的路站拢有注意看过。明仔载有即个夫妇团契的即个亲子活动，主恳求你也保守一切得到平安顺遂，互阮伫主你的看顾的中间有主你的祝福，保守阮每一个兄弟集体伫每一项的代志，伫每一人所徛起的所在，拢有主你的看顾带来甲保守。我将一切仰望交到主你的圣手，来当互阮通过今仔日学习，真做阮的帮助。安尼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好，谢谢大家。小牧师，谢谢。晚安。